后一条就是李小彤，通译大师伊所阐述的宋编，这是靠迄个原条是迄个美国迄个叫好的味这个条件简单相信大家人拢会晓唱咱即摆是用普罗汉语来唱普罗汉语来唱。宋编通译大师。教你咱一首，虽然最后这就是送别，请大家我走。